安尼观看，安怎个袂死？每人看，哦，你妈做安尼款的工课，上久抹物件，买来讲，袂使互我妈去看，袂使互妈去看，伊爸日暝渐渐去关乎生一个罗汉，就生一个罗汉啊，伊无食，伊袂死，安尼阿咪说，伊有快乐，乐是伊福，安尼买来伊出灵。也隔辣水，抬我爸的脚底，抹这隔辣水，抹落去了，尾啊爸死死。特别好自己的爸死，也无生囝，了人来讲，你王伟你无生囝，哈，今日我做阿爸了，欢喜，就欢喜来走去找伊妈，阿妈喂。我看我今日做阿爸，我真正欢喜。到底我爸生我的时，伊有安尼无？伊讲你这个无情狗，你再无路伫腹肚的时，我渐渐想要食药。因为虾米事？我病囝的时，我渐渐要食落血，我食落爸的血。我渐渐病囝，渐渐要人讲要食落爸的血。了我人买来，我唔敢讲。了买来，你爸逼我讲，我就讲我忍食落去。咱后头咧，你爸也都挂伊手安尼，互我食2粒的血，2粒了我病囝无了我你爸讲叫人来看命，人讲啊，买来这个囝是要害死爹的。咱安尼样，我就想讲，到若是安尼的囝，我卖，你要食药。你爸唔好，伊讲若是我的囝要做我死，我甘愿。唔好，做看你爸真正西洋路，了你再无有一过你细汉的点声，你自己好甲无下，好甲无下了后，你正甲边生一个囡仔，了直直好。你爸看到这囡仔，特别伊伫坐店的伫心事，伊袂使爬起来，因为爬起来就声讲被查拉停了。所以伊抱路大啲篱笆，伊用吹扫咧囡仔，扫了啊，因为大啲身边无摊开，就咧囡仔伊吞落去。你看咧爸，你虾米安尼哦？你囡仔不敢吞落去，你安尼今日敢来做一事，安尼讲了去好了白日就是讲一个。人讲你做你爸安尼，白日你分着阿只大杀都白日可以惊害死，本是惊杀掉对吧？人讲就是你人爱想要不好要做来无想好看，爱落掉家己。这个就是买来你看这个德瓦达达。这阿只大杀都就做王了，德瓦达达就来讲哦，嘿，看到你趁做王了，看到你就斗骹手啊，我要做护士。了，伊讲安怎斗骹手路？你大拢互我31人的这个社钱高的，咱讨个王，这王讲 OK， 我互你这个31人真正强人社钱，伊叫这个人甲了去小护士。特别福有心动力，安怎样做袂死的？这31人买来福讲经，拢总成一个罗汉。And then， 因为伊做福要做福死袂死，买来伊请讨家这阿只达斯都王请，那个这请真正歹的请关这个咪。酒，灌酒了，这个桥烧了的时，放这桥出，呼一边到八的点声，看这个桥会去堆去呗。所以你看，大人知，大人讲哦，呼听讲唔通，今日你话咱到要放这个桥，了呼讲不要紧，呼观看呗。And then 这桥就来的时，有影伊互酒醉了，放这桥。你像对，大人走个了，无一个人大去卜地路，了一头来的血，特别血发的主鼻，发的主鼻了后，
佛 just 法律主比这个枪来到佛的面前跪落去，这个咱的布达讲，那拉吉里，这个今日你要来做啊，你要来害我的，不是你的心发起的，是人做你的。但你今日你若是做着我，你是真拍算一个人，一个机会，把日要来跳出苦海，因为这个枪是一个菩萨来，把日要来成佛，所以让安尼用法的慈悲心，这个枪跪落去软了。咱阿只ದೇวดา唔甘愿，咱那个想办法 ，and then 直到伊想的这个真也唔好。大啲山的顶面，伊牙巴肚，大粒巴肚，直连一看佛大啲下底塞只巴肚落来， and then 咱的佛大啲卡尾可以做流血，所以想着佛，这个是叫做一路无间地狱的工课。安尼也袂够，伊个尾来，伊到底分派佛。佛的道地，伊讲我佛听，佛世尊讲好你回想听，达人的回想，袂使讲食醋。and then 这边伊分开回想了，分开这三卡的牌，伊讲我人的较悬，这个佛的道地较低 ，and then 伫这边伊叫做。created a schism 就是讲分派，这个本是爱落无间地狱。佛有烦恼讲，咱做人五项唔通做，唔通想着佛，唔通分派回想，唔通去抬罗汉死，回想成罗汉了，你去抬死。and then 第四项甲第五项，唔通抬马死，唔通抬爸爸死。做到这个五项，你安怎做？安怎做好？1000道、10000道，未救着你跳落这无间地狱，行着这落无间地狱。所以你话得做几项，你人想看。头一项伊用巴肚掂落咧山。想着佛头一项了，第二项伊分派回想，所以这两项是叫做真正恶毒的物件，会落无间地狱。所以到甲点声，伊个差不多无留哦。佛教的点声，达人知讲，这个ದೇวดา较唔对，乱做乱讲，所以无人。赞助伊，这无人赞助伊了的时，人无变了八，无虾米要回想分走了，伊真正苦。伊讲话伊回想囝囝，朋友啊，我爱去见佛啦。咱这回想囝，你一路来就见佛，咱要谈点无点你去讲。哎呀，我是心无明白，我才见佛。特别我谈明白啊，我安怎？做不了佛的事我无做，佛一点人心无，你大人互我跟我去，我睇下未行了，因为虾米事？因为超因果直对伊了，对着伊了，睇下伊未行路，这未行路讲人跟互我，所以人做一个 stretcher， 像讲人伫更上红12车呢，跟咧更破伤的人。所以伊会回想囝讲伊去这台湾暗，咱尊者听着讲，你我要来讲好甲佛，伊就讲我佛听。My Lord， 你我来讲要来回唔对甲你，特别咱的佛讲，Ananda， 你我做的功德太强太毒，伊今日无福气通见佛，了。
安南达讲，伊都来到福建了啊，安怎冇得讲诶？伊未无福气。得问阿姑呢，听讲伊入只得问阿暗了。安南达个走去讲个佛啊，佛世尊对我得来啲暗嘅门口了，啲入来了。安南达我甲你讲，伊无福气见到佛。啊，他等问阿姑入到暗嘅那边了，要入到只得那暗了。然后安南达个走入来讲，佛世尊伊入来暗嘅那边了，到啲暗嘅门口呢？安南达我都甲你讲，伊无福气见外面，为啥啦？到啲暗嘅门口呢？伊讲佢伊回想讲，到啲一个街边讲，帮我落啲这街边，我要洗面淡薄，我面真正垃圾，好我洗面嘅。伊只放落去呢，这地都闭起来，这闭呢，地个块铺起来，规上古本看无着，滑落地个。这个就是讲啊，伊超因果对着伊无应该，伊无安尼少年死，所以少年啊，扑伊就死。这就是讲 obstructive karma 炸着伊 ，and then 随伊离开啲个世间。落地极，今日你再无地不达达大啲无间地极，你再个上古真正大，正百几条嘅长，一卡300度系铁板定起，一鱼啊，分着用铁板，特别这铁板是啥物啊？烧热，一下啲冰，而伊要浸焦久，一个大夹。大啲香槟，规个大夹，一个大夹做古路人在7个几条嘅巴肚，安尼100年一到一个线路来切甲一粒7几条嘅巴肚了，马路讲一个大夹，所以你看伊个恶毒大啲一个无间地极，因为虾米事？这个就是讲伊个超因果炸起，无伊是做太子嘅物件，伊个。真正享受，特别因为讲这超人过来炸伊拖这路，随落无间地极，任上古本吹无去。所以这个4号款的人归往头1号款就是讲，伊炸来因果要来出事，惊着的。上甲我淡仔讲一个囡仔，你看，要来出事啦。一岁呢，伊10个妈去了，有个人出事，细汉囡仔5、6岁呢。我这囝都直直负责去看老公验的血，哎呀，流几秒，白血流伫只，红血流。这个是袂使 blame 住伊因果伊炸来，伊要来做人是5、6岁，就款是1号的。头1号款人离开，第2号款人离开，就是讲啊，伊来出世做人的岁数差不多是80岁，做80岁伊死，这个就是讲伊个人，今日我要讲的题目，对老人是真正要紧，因为虾米事？这个题目。咱来出世做人是真是有做好，特别一千人希望讲8日，咱个要去好的所在，这边是真正要紧，咱要离开世间的险声，是真正大的要紧。若是未晓用这个路，有时真正可怜，有的人无彩会晓做好，了到了点声要离开世间的点声，无通去好的所在。有人会记前下句话讲，回想出家坐善。特别要离开世间的点声，伊想甲伊小妹做一条家事，芳到半死，
6、7月才盼一条家西，唔甘清，特别要离开世间的点声，最后尾到一个想去想着这个家西，无摊出世伫天顶。照福建的灾难，伊坐神，佫真正清气，伊要去出世斗xuất天，斗xuất天有人知是真正悬的天顶，较悬过路沿，较悬过天公大的天顶。因为伊要离开世间的点声，伊无小心，要来去出世做骨肚调伫咧家世。有人特定听看真正济条的故事，但是我无讲几项，我无讲甲了，我是讲几项，有人听看。看来我要讲就是安尼，人若是要离开世间的点声，有3项谱起来，互咱看到。老人看那精神，就要注意听这条经。少年人有老妈、老爹、老公、老妈，本就要注意观看，因为虾米点，因为佛教的点声，若是讲父母伫唔知人，你看伊形款无相，你做行儿会晓行这条路。你就是牵绳，互伊着路，互伊去好的所在。看我要讲，安怎一个人渐渐地做好了，安怎到尾来会落地狱？这个佛本看到，不是讲佛一人看到，外道教伊人叫印度教，因为条是无印度，伊是叫 Brahminism， 伊人有祭神。坐甲3拜，伊人入定了后，伊人看到真正侪人离开世间，做好，特别扑去出世做禽兽，出世做恶鬼，出世地狱。伊人就看到安尼样，伊人来博话，甲咱的佛世尊讲，因果是无影的，拢总是讲 fluke shot 就是讲啊。不福气，但是不大讲，因果是100%有影，但是这个人伊要断开的点声，伊前世也未来出世做人，伊恶行真正济，自死到迄点声要断开的点声，伊即世做好真正济，但是伊的好无够业完全。无够日做甲3拜观世心菩起来，了以后了恶因果太强，菩起来就菩起来的点声，有时间通斗骹手伊，但是行字未晓做，就未晓做了，扑出事，伫苦的所在。了若是安尼样，真正侪人会讲。到底若是安尼，伊即时伫做好安尼，坐了过来落地狱，嘛是真正拍算。这个是讲毋对，无拍算。伊做这个物件真正坐即时，伊摊啊落伫苦的所在，安尼，伊这个要断开的点声，伊无讲有这个地位通来照顾，真正5月佫未晓斗看。所以这个一时，这个恶行扑起来的点声，逐月有点声通解个。你看有当时一个人，食头路人，住伫 office， 有当时加讲话甲头家，也是加讲话甲这个白白做工人，对来的时间真正无得。真正无得的点声，就是讲啊，伊会你要离啥要上甲讲一个人要离开世间，伊的心真正乱无爽快。这个来无爽快，安尼款的心，伊有贪嗔痴三毒入来。这三毒若是入来，
大的三毒，还是小的三毒，那是入来，这个人100%无通出世做人，唔通讲做红工。所以，咱的10分的注意做囝儿，就是要靠咱的老爸老母伫喘的点声，要看，唔通互伊烧这个物件，互伊贪嗔痴浮起来。上甲大妈妈讲咧，食头路的人，若是一个查某人真正敖，一看，哎呀，今日我看我查甫人的面，歹面，我看唔知红面无滴，啊无我讲白目，就是讲啊，伊的心真正乱。若是未晓的查甫人，本该对个，有当时讲，哈咪事你对来咧换，伊的红面都无滴了，你该讲，哈咪事你对来咧换，无拍插啊。所以这个是，伊有火，如果放火，就水着烫，老人着烫。特别若是讲这个查甫人，真个敖的人。再讲金无滴，买着爱食饭也袂，慢食啦，唔通起哄，这面红面无滴，牙破纸啊无你来上身啊，那我牙破纸互你看，你牙破纸，我做一后的 ice coffee 互你食好无？慢插我啦，别不要紧，看电台，睇你一囝儿到了一个真正小的囝，那。牙这个给爸爸，牙了爸爸。那这个那是囡仔个牙去爸爸，那食这个呢？因为伊真正小这个囝，看到这个物件，人讲 good object， 目睭看到，佢讲啊，这个绿金的地目，目睭看到，安对我这个 favorite child， 真正沙样的囝，了一声个搞，那是讲爸爸。爸爸要食虾米无啊？你听到顺一个输令，伊红印直提到了尾来讲，来恁得不了我不得要啊！红印滴了，这就是讲啊，查某人会晓搞关顾伊查甫人上班伊金滴，就是讲啊，要顾甲这个恶行无了，福这那好的心来呢。请大人做好的心，可以直直去，可以直直向，到咧点声要离开的点声，无贪无嗔无痴，上第一操是做人，较好是做红工，红工人知会记这六界六眼的红工，上第一操就是这个做地神红，咱叫红工。F 帮地话，嗰个是正确嘅红工。所以睇下我要讲，虾米这个3项，头一项啊，对咱做人的点声伫做，大日伫做嘅工课，下手做吹讲心笑，有照何款的因果是真正叫做加入加减啊，是大的恶毒的工课。这边5项佛还如咱做人上要紧，唔通做到这个5项。若是做到这个5项，你安怎拼，安怎做好，安怎功夫讲会含生甲伊心清气了来去好的所在，安怎做分别，唔使讲咱人来做，佛你搞刀卡手伊，可以。去好的所在本是未，你虾米是有这个叫这个5项是叫做加鲁加减啊，伊是大的恶毒，做到这个5项100%后是无间地狱，地狱是真正济项，这大地狱是8个，小地狱是100几个，拢总是真正济，特别第一深第一苦的地狱是无间地狱。这把这我来大这边，我才讲地狱一项，好多人听。这个5项是虾米来？头一项想着佛，特别他那世间佛无除了，
这想着佛，唔是讲摕着咧佛心来摄来破，唔是。正佛有伫世间的点声，一个人做虾米唔对，要去想着佛，互佛劳悔。像甲这佛教的点声，佛有伫伊的母姑名列瓦达达，列瓦达达住伫山的顶面。摕一粒大大粒的马肚淋落来，看到佛住伫下底，到底淋这个马肚落来，那马肚喷落去，掉到佛的枕头讲流血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伊头一项的这大恶毒，伊做着。这个若是做着一项无间地狱，是天台伊。第二项，一个人用武剑害死一个和尚，成了4个罗汉。佛经的再来是一个查某故事，幻想甲这个四个的大波。故事这4个的大波捌拍抢一个查某，了这个查某还未死的是下一个愿。但是我若是拄着这个4个的大波做我死的啊，我但是要做伊人死。佛伫世间的点声，这个4个的大波成罗汉干了，就成罗汉的时，佛一日这个查某出世做妖精妖怪。变做牛来毒死4仙的4个罗汉的人，这个查某唔知要真条进伫这个这个无间地狱，唔知偌久。第2个大恶毒，第3个大恶毒，为人分派回销，弄来弄去，甲3摆回销分派，这个叫做起身，起身。本是照着就要落伫无间地狱。第4项就抬死白马，抬死马未走。有个人讲我马小啊，了唔知我安怎做啊，小的时候看了伊乱做啊，了我去生地，我唔知去做着伊死。或者你知，还是你唔知，你的手举起来。了有淡薄武剑，扑你马死，或者伊笑，还是伊无笑，或者你心有调治爱做伊死，无调治做伊死，特别马死，你的手是无间地狱未走的。第5项抬死爹，你看佛经的再来，马的功劳较大过爹的功劳。抬死爹，有个人讲我的爹看免我是他了无好事，则伊家己跋倒哭死，哭到虾米物件死。你愈会事来 self defense 杀伊走，伊跋倒做着伊死，本是无间地狱。所以这个5项我真知，我看女人这边无半人有做。所以女人若是唔捌做这个物件，真正好希望唔使气苦的所在。这个就是叫讲头一项，假如甲感冒出现互你看，一个人啊，伊若是做错了，害死的爹呢？其故事我讲，这个阿扎达萨都王，伊做的爹死了后，未来伊拜佛啊，会使讲。全世界无一个人拜佛像甲伊安尼热心，特别死了后，伊本是着落地狱。特别因为伊的好，我有淡仔讲啊，无一个人会做像甲伊的好安尼。特别伊闪开无间地狱，伊住伫一个地狱，无间地狱的隔壁。这个人阿扎达萨都王无采做安尼最好，本是着落地狱未闪开。人安尼伫做好啊，你逐个前下古人捌听我讲，咱若是要离开的世间的点声，堪要想好好。特别一个人若是捌做过这个恶罪，最后伊要死的点声。这个5项的恶罪，家己负起来，唔是你的事格，伊的事格，负起来安尼，
点无点咧目睭看，还是目睭开？你看，你牙手伫摊咧爸母，还是伫牙刀伫钳爸母，还是讲你伫看面无互伊食，了爸母死，即个物件，伊家己 automatically 浮起来，即浮起来最后尾到是要拖你落地狱了。我无采安怎搞做好？你保时早起甲暗，少年做甲老，本是未闪。所以这个是叫做假如个伽马伊家己浮起来，这是叫做头一项浮起来，互咱看是伽马。伽马是故事咱都过做，去做的物件，去做的物件伊爱浮起来，这个叫做真正大大的恶罪。若是讲你人无做到这5个恶罪呢，啥物物件要浮起来，咱就要明白。第2项的，我再讲 ，death proximate karma， asanya karma，asanya karma 是啥物物件？一个人咧要对开的点啥，伊有加减发一个心，伊要做一项物件，这个物件伊要做的啊。对对，伊大伫多层的点啥，伊想了伊爱做，这个就是叫做 death proximate karma。这讲究 death proximate karma 就是安尼，对最后伊都要离开世间了，伊贪婪要想要来做，啥物物件伊想要来做？清心的人讲，大人叫会上来，我要听经；了若是较无啥物清心的人，大人叫来，我要做寡啥。了有的人想，啊，我要好这大囝就济，第2囝就济，第3囝就济，了村的教会我要好老人经就济，我要啥物？这个你看，若是讲伊伫想个老人经头先，这真是差不多真正好。伊想个囝儿，想个啥物，本是好，爱分开的物件。以后看破，伊啲好分好欢喜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啊，啲好这个物件，如果阿个伊心有法贪无？伊无贪，伊要帮。那我大囝好50千，我2囝好，本是50千，我无我7、8千，我可以食较老淡薄啦。然后佫系20千老人经。20千吼，这个啥物人伫去暗20千这个Sisters of the Poor， 伊无分开讲是奉耶稣教的，还是佛教的，伊要做charity保施，这个人清气是佛教的是伊做寡啥了后，最后伊尾想是这个寡啥，在我想我做的寡啥，真正fair，真正公道。满足心，无贪无嗔无痴，了各有上甲这里底，上甲保施，扑上超是人较好红光。你看唔通讲啊，有的人真正恶毒，你袂使讲伊做我这个恶毒人，真正是去地狱，这句话听着气氛袂使讲这个。你看，我负自己，我大伫单位栏目单伫做工，我会记无达进 sentence to death。你知我无达进，我想真正一人知。最后尾到伊知讲伊要死了后，伊讲啥物？你像我安尼款的人，我的目睭要互人，我的腰子要互人，我的心最最爱我要互人。伊若是安尼想，命。真正侪伊伫拍笑人，甲伊若是最后尾到伊若是想着安尼物件，就是讲啊，伊趁去好的所在，所以毋通看衰人讲，哎呀，这个人做贼定着落地狱。你看安尼款的人，伊要离开世间的时，上爱做好。这边我看一个，我讲一条故事人听，忽然点声有一个查甫，甲一个查某一样交姻。爸母真正好业，查甫兵，查某兵一家村80million年，查某兵80million年，连伊人讲啊，我的囝甲我的查某唔使读册，钱开袂了，自己开1000块本开袂了，食甲老本食袂了。
但你买来，安尼真耐，伊这个肉紧的享受掠着伊人这 sense object， 渐渐目睭爱看水水，耳仔爱听爽爽音乐，食爱食好，啉酒、跳舞，拢总各样物件，啊袂真差不多老的时是 bankrupt 做去食了买来。插头看到讲，嘿呀，若安尼会行会走的人会去做去食戆，啊，无你来入做啊人做贼，那你工课真正用你高门呀？你讲好，要我互你一支茶，追追来你哭。所以这个徛伫门拍枪，追追来不落一个哭，然后咱这样，人伫掠贼，逐人走伊就袂好走，伊就戆囝，伊爸母无互伊读册。买来就掠了后，伊人故事掠着做贼是去斩头，直接忽看到伊呐，忽掉时也袂到掠时，忽讲啊，咱尊者，你看这个马哈达那真正可怜这个人，这个人啊来出世有3条筋，无贪无嗔无痴，你知无这个人那是。少年的点声，伊出街做和尚，伊100%成4个罗汉，伊的某赚着3个罗汉，去布拉玛沃出世。但比少年的点声无做，但比唔通讲天台甲少年伊老弱，伊中年的时，这个人若是会晓过来做和尚，伊行着赚3个罗汉，伊的某赚着2个罗汉。3个罗汉唔使来出世了，2个罗汉过来出世该知道。伊讲话真怕算，他那一老了，你看，他那一老了，伊若是会晓来做和尚，100%伊赚2个罗汉，伊无会赚1个罗汉。这个死的苦的所在，100%砍掉了。但是真正可怜，这个人安尼惨就无好朋友，惊日你看失败。佛讲咧无偌久，这个人就掠，这着掠了后，要掠去斩头的点声，这掠去斩头的点声，大伫半路安尼，一个咧斩头的人绑个脚，绑个手伫后面，安尼直直行，有哪行有哪输，有哪行有哪输。伊伫好嘅点声，伊开路互查某是真正济，但是人失败啊，查某连彩路都无。有女的点声，见地像个蜜芳安尼啊，大林长甲大林地，敢若是虾米物件是你看咧女的地啊呢？这个人无，伊安尼伫想，哎呀，今日我失败，无故时我女的呀，今日我贪婪要去斩头，无一个人去嫌我，特别有一个查某掂无掂，故时。本有体液累真正济，而且查某就看到这个人伫带去要去斩头，伊讨甲你斩头的人讲，无人大龙斗骹手，我这个东盘的饭甲三皮甲这个肉干，拢总我要互这个人食，互伊食了才斩头好无？了这个斩头的人讲好，我应你。安尼一个人若是要死的点声，你人讨虾米物件，伊人会应巴肚的物件，所以讲大人可以食，食了若是死了，不唔使做牛，唔使做牛鬼啊，较食饱的鬼。特别这个人啊，就看到这东半饭，你人听好好这站这个看站你听话，摕到这半饭甲三皮，真正好的三皮，一想我。起来，个加半日，我就要头断了涂骹了。食一半还是无食一半，还是无用。伊安尼伫想，咱的木兰尊者交伫过险边要去度伊，再看到咱只问咱那过呢，伊发怀疑心。哎呀，我安尼久毋捌布施，看啊一个和尚，佫举一个巴伫说。大龙啊，我来布施，伊布施落去，就布施落去满地接受我一半的饭，去善我啦，互我正淡薄福。
这边伊只回乡对嘛，回乡伫遮个面前要互伊看，意思是啥物啊？这木兰尊者极善意，互你看，目睭看，耳仔听，了你心想，我一直食我的饭，会十分的欢喜。但是这个人安尼伫看回乡伫遮，你多伫牙起了，伫要断了。最后尾到伊想着虾米物件都人阿个，伊无想讲我伫波斯就一个正福真正大肥地，就木兰尊者，我这 famous， 伊去想着，伊个查某举一公盘的饭互伊，哎呀，安尼一查某我伫开，无一个有情，甲一个有情。你人阿家这个物件，你想咧好啊无好，你人阿家，真正侪人讲无好，但是我讲好，安怎我讲好？伊伫想这个查某的是，伊毋是约会，伊无约会，伊无讲我爱这查某，伊讲安尼坐无情，这个查某有情。哎呀，我安怎要答伊情啊？有时我开的钱安尼借互伊几十千、几百千，真正答啊！你互你快乐，互你好啊！安尼借查某愈一个好，想甲人好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但是平这个是好，但买来想甲木兰尊者是大的好，那是四果罗汉。佛的道地，伊是 No.1 行动力。伊若是想讲，哎呀，今日我趁波斯木兰尊者，伊拿着出世真正悬的天顶，但是伊想着一个无戒的人，无戒的人就是讲啊，未成功，五戒本无，但是伊的心有一个情，情是好物，所以出世做神。大啲地，人讲来大啲地，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叫做 death proximate 感啊。最后尾到伊去想，有人会记我前下久我有讲一条故事，一个查某一直过，伊个册伫识了，一直过这册，夹一木根梅，这个梅本是虾米啊？张辉村的前辈下着淡薄水了过去煮了变做糜，安尼来想这无味人就想讲啊，我来去割我这蚕，迄切啲色嘅时啊，这鸟要来食，所以人来看鸟这人拍咧落，空，赶这鸟走。点无点一个和尚过大啲田坝，一看到讲，哎呀，今日我看到这个和尚暗我有这个糜，安尼落起来。行去到咧会上，都拢开了目，互我波斯这个糜，规个木镜嘅糜倒落去，这倒落去了后，伊挖头起来，大地打到咧草边，一只蛇本只大地向边，这只蛇是虾米？真较久是完，未到，这个查某狗，哎呀，我趁波斯，趁啊我互蛇夹着，等待人来救我，惊到我死了，伊是过不啦。毒真个毒，噗出事天顶，但我顶啥天公啊？天公嘅所在。嗰一项个事人故事，我毋捌讲一个起远嘅点声引导，一个人都看伊无通食几若命日了。故事我捌讲一条故事，讲伊迄个囝。大气远无通食，了尾来行到两三礼拜，行了到一个所在，一个过牛的人，这过牛的人，伊是家己有田有地，伊本身毋是讲故意囝咧，伊有头家咗。咧看到这个两个红姐来，甲过一个囝，啊，伊看到山婆婆腰间呢，砍咩，互人食。伊食的点声，伊人互伊啊，嗰是另外好的饭，伊叫做牛铃饭。了这个人啊，正礼拜无食，就看到牛铃饭啊，捡着，吐死食就着。
土司食了后，伊就海路一木一重盘大大重盘，越坐越食，做越食。and then 伊伫食的点声，伊看到迄一只狗。伊狗，伊一只狗大伫桌顶骹，哇！伊物件食甲袂了，酸甲一通一桌顶骹。and then 伊这边伫食。安尼正礼拜伊无食，捡着食到过头，人讲 overfeeding， 煞要死，食要死，断开点声讲，哎呀，你看一只狗较好命，食到袂了就袂死，通老我食淡安尼尔，我就要死。所以去观看迄个狗，哎呀，狗真正好命，噗，就是只狗。哎，这个人买来听。但是我才讲伊个故事真正长，一个人买来后得狗咧要出事天顶，伊是做好个人真正济。这是淡仔我听讲是 less proximate 感冒要扑起来。若是讲啊，咧外恶做咧因果咱无，了这个你要断开个点声，咱无想要做虾米物件，无这阿三样感冒。第三项款的感冒叫。habitual 感冒，真正感冒，惯势伫做诶，爱扑起来。有诶人要对开点声，伊无啥爱做好，也无即个 less proximate 感冒，哦，咱会叫个阿三亚感冒。所以惯势伫在座人诶点声，伊虾米伫做，迄个物件扑起来。这边，家己这当晚阿妹隔壁有一个人。日内态度，特别咱袂使讲态度人啊，起地嘅模样。特别这个人虾米事起地嘅，伊令我恶毒，伊个态度是安怎样？伊牙叉拍咧都拍甲规只整了后不要紧，伊了咧都入去一个所在，喙解打开起来，系一个叉回夹，滚水热。倒落啲喙，所以一肠仔肚塞就出来了我肠仔肚那边清气，拍甲规身恶青整，了再来滚水再揽啲喙，了剩的滚水再揽上久。有个人袂晓安怎个肉另外好食软，拍甲整甲恶青了，有个人另外生爱食只恶青肉，所以食好另外好食。搭日伊伫做安尼物件，所以即个恶毒令我较 special。未死一礼拜前，即个就叫真正感冒扑起来了，就扑起来呢，安怎样？日内伊四骹白上啊拄，门口行到后尾，规间厝白来白去，放西放就规间厝三摆买来头前门就顶死。后尾面就顶死 ，and then 空仔就砍 ，and 伊嚷听着做乱就隔壁厝边 ，and then 回小听着，回小讲哦，佛世尊 ，My Lord， 尊大七日大态度，伊唔知要做大谈论，佛讲哦，回小，你讲。尊大袂破事的人啊，伊个即个真正感冒，这惯势的感冒浮起来，他那路人听拄的声，是伊的声来。And after 7日后，无间地结了，所以这个人看，这个就是惯势心，惯势一太恶毒，了一路无间地结。顶礼拜我讲一个查某，好伊个鸟也是落拍，会记无？这条故事本大致真正感嘛，虾米事？会记我这个囡仔出世来呢，凡是细汉啊，伊个妈还未教阮的点声，虾米物件好物件，伊要摕一饼互人头前，一半饭，伊人古时毋是食饭，食8底。伊若看4底18底啊，你啥咱叫啥波啥芒咖喱落地安尼，伊定着老老地互去食，还是看有米久虾米伊互了伊才食，
买来教人的时，伊个鸟的物件落叫我去布施，布施一句木兰尊者就个。And then 确定对来时讲个嘛只，讲个鸟只鸟，我落物件我布施了。安尼个嘛，就按照做，也这个心路学这家这金头。好当啊！我的物件你无讨论，你敢来去布施，你的暑假是我的暑假这间厝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安尼伊观世心布施，伊要对开的点声，伊无去放甲伊鸟，伊乃是去放钱了，圣地去了，我妈都跑我鸟跑我无做虾米唔对，伊哭我，他那听甲半死，我要死了，伊无想我呢，伊想。都会今日我看布施，我入布施，我鸟的不布施，好我鸟来得功德，鸟怕伊来个地讲，好我鸟来得功德，做只无贪无嗔无痴，啪出世到我定下 heaven， 做这个观世心，这边真正济人，渐做好布施，做好布施，我再讲听到倒落去，听到倒落去，爱做好，爱做好，这个物件。会救到老人，若是今日爱去到麻雀，麻雀，大日麻雀，要对要离开的点声，一二数，安那三数过来，一二数三数过来，听看那对面暗讲三数，死啊啦！这一二数贴不了，安尼啦，啲麦啲参来敲来敲去，敲来敲去，老人看故事啊，我本故事麻雀王，我看目睭会刮麻雀的，我做大个点声，暗暝本忙着，做忙369数都未够，人一等卡拢本未够，安尼样，规暝甲你车拨这个物件，这个就是讲观世心。但你我真正查来咯，我知讲这个观世心安尼物件，就安尼我切对。今日我观世心无相了，所以我爱老人注意做，唔通讲够了。若是无这观世心，无这个讲要我这离开点声，这 proximate 伽马无，也是无这个外恶罪。佫一个伽马要来，佫一个伽马叫卡达达伽马，这卡达达伽马就是虾米啊？修的咱的心嘛是真正这样，照佛经的在拢讲 millions multiplied by millions， 计算啊！未算的因果拢总也未识，按大人这边啊，1000个啊，无听到3-4个是好的，900几个拢总是恶。安尼虾米故事咱也未明白，无听佛经，咱敢乱做。这有的人讲，有影甲安尼做啊，咱这边也明白看，譬如话咱来讨笑话。这时我唔是会笑，这时我是贼头来。我今日食到63岁，做贼，少年做甲老。你也甲我拍枪人几刀，咱来算60刀就好。咱人60刀，我若是要对开的点声，这个60项，把你一项要铺起，互我看，无听到我一刀。拍枪 Mr. Lim 的厝，了我看到虾米事点无点，安尼60间的厝我拍枪，安怎我会知伊的厝？伊的厝伊的厝另外真正爽啊！入去唔使交几度的，路都都摆伫桌顶。这个就是讲啊 ，the condition is so strong， 然后看到一下啊，都唔mind家己 great。Mr. Lim 的厝啊，入到门啊，看到。哎呀，5-6千在啲桌顶啊，移去人喺落地下行出来，安尼啲声，噗，是落地嘅，特别60刀我做贼，马路一刀，嗰59刀呢，59刀无跑唔见哦，烧啲心嘅那边，烧啲心嘅那边咩？天台慢慢地击了了。嗰一粒嗰食，嗰就死一个地基啊，出事别个地基，嗰一粒嗰食，嗰别个地基，但嗰一粒嗰食别个地基，你人想法真条可爱，一粒食
正青年到啲地嘅，嗰59粒安怎食？安这个是一时啊，佢在我咱来出世，几百千million事，但係不得讲 millions 啊未食嘅。安今日唔通讲人安怎做好不咯？啊未食嘅定果真正多。特别搞嘅人直直做好，伊这个草应该要食未食，因为伊嘅 ground， 因为伊嘅这个 condition， 伊嘅情形无够入肥，伊未补起来。人哋讲诶，有食到河水，有拍到热，就伊补起来了。这个就是头一项，啊未断开嘅点声，蛤蟆出出来咱看。干嘛会叫我讲？那是人要断开3项出现了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卡嘛。他那我讲是4项，那是卡嘛，让人看了明白。第2项要出现了，咱看是卡嘛尼米达。卡嘛尼米达是啥物啊？像啊一个影，一个红光啊，大伫咱的心点无点浮起来，互咱看到、味到、担到、拉萨布拉萨到、想到。对这个六根remind咱，像甲一个人若是日暝伫开鸡开鸭，逐日伊伫开几十只，伊看到一吨的鸡伊开的，and then 也是伊伫揣摩，伊伫揣摩，这个物件就是叫做伽马尼米达，无影讲迄个鸡有伫，特别个 mind create 的，像一个 vision 呢。伊看到加个说，有时态度啦，这只都死了的，那只都死了的，看到。若是讲一个人老早爱拍啦，还是爱钓鱼，伊看到伊个 fishing rod 钓鱼的板筋，伊看到，或是伊看到伊个钱，啊，这个就是叫做伽马尼米达。阮是做贼的，伊看到一袋锁匙 ，master key。这个物件伊伫用关系的，伊看到这个物件，and then 有个人关系伫做好心的，伫保持伫大日伫变到办的，有时看到回销捌，这个物件就是讲啊，伊关系伫做，迄个捌是毋是有影的，是 mind create 互伊看，这是叫做尼米达。有个人渐渐日暝来无做啥物，伊来伊摘花来，咱伊敲咧花，伊做，伊看到一棵的花，还是一盘的花，像这边有人卖这木兰钟拔，伊看到一块木兰钟拔，伊知讲迄啲盘是要去拜佛，这个就是真正好。搁一个有个人看，我一包的咖啡，他正要送，这个人有时马路出去做送咖啡，伊伫欢喜，所以看到咖啡一包。这个是真正好，有个人点无点伊坐点，伊味着芳香，这个本是伽马尼米达，这个是真正好。咱无味着芳香伫恶的所在是好的所在。了上加故事我讲五个呢，伊要打断开的点声，伊问我人看伊老人了。窗仔开，惊老人恁94岁了，我人砍窗仔互伊。唔通砍，那个人叫阿哥，虾米事唔通砍？然后这个窗仔为大家回销念经，所以这是尼米达，伊听着回销念经，这个人要去好的所在。有个做老官，伊看到破病人，还是看到迷死，看到虾米，这破病人去惨去虾米，伊唔是苦，伊看到伊知讲伫医人，这个是真正好。有个人看到。牛头马面，这个不是正牛头马面来，伊是尼米达来，拢总大伫我门窗边。有个人看到亲正个月3节光8金宝拢总来，拢总这个物件，上古波绕上古杂，这个拢总就是五鬼，这个不是正是五鬼来，因为尼米达 create 的，因为虾米事，伊这个物件要互伊知讲。去无好的所在，有这个尼米达的点声有时间通丢，他对我才讲阿班只，所以这个物件若是讲咱看伊无像，
伊若是看到好诶，伊面青。有时你看一个老人诶，青甲伊念，伊讲话，咱你听伊话讲得顺顺，就是牙手会拜。一个拢总是咪咪打好诶，安伊面真呀甘清净，了拉啥 satisfied 啥烦恼讲 puas hati。你若问伊讲要烦恼啥物？无，我无烦恼啥物啊？猪有来无哈？狗有来无？狗仔有来无哈？好啊，安尼样 not excited， 无 restless， 无乱，无惊，无爬来无爬去，伊面无 confused， 无讲啊，真看了真爽，啥物？这个就是讲啊，伊咪咪打好诶。特别若是咱做囝儿，若是看无相，看了啥物？爬来爬去，讲话无头无尾，了半惊半嚷，了若是你看伊面啊，像讲响了个 confuse 了讲啊，话啥无明的乱安尼物件，这个就是讲啊，惊对伫倒落来，惊对贪气 ，confuse restless 对贪嗔痴浮起来了。按这贪嗔痴浮起来，会记我前下句话讲，贪嗔痴是火，火做咱热，所以爬来爬去热，这个样，真正热，要偷衫，这个要偷衫，甲了拢总本是因为伊热的事，所以贪嗔痴浮起来，搞的人看咩就要做，按。